Hi everyone, she is back. 大家好啊，我回来啦。我昨天没有去拍这个视频，是因为我昨天有点疲惫，有点累。我早上起来做我的午饭，然后我的便当，然后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最近特别热，就没有再拍。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博主，就是我想更新就会更新，我从来都不会 OP 就是 over promise，我不会过多的去承诺我一定会更新这个东西。当我有灵感了，我自己快乐了，我本身自己有这个正能量了，我才会去分享。我是为了分享去分享，而不是为了更新去分享。所以呢，也有一些博主会跟我讲，昨天就收到一个博主跟我讲，就是他拍的视频就是播放量不是特别好，那可能就是他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他也期待有很多人去看这个他的视频，但是好像也没有怎么火起来，他有点就是气馁吧。然后我告诉他，你不要期待太多，你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分享吗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？那就是以这个为主，你不要想太多那些播放量，不要在意那些数字。自然会有人喜欢你，自然会有人去不喜欢你，会选择别的博主，那都是 OK 的哈。那我们付出的时候，其实不要太追求这个回报。或许就是很快的时间内你得不到这个回报，那你做多了做久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回报。那么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尤其是给这些年轻的博主们，我想跟你们说，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博主哈，但是本身我自己在媒体上面混了很久了，4-5年了，我一直在做就是我的 Wake Up， 还有我的就是英语电台呀，然后近期开始做 Vlog 这样子。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瓶颈期或者是这种难过的时候，因为我本身做完了以后，我连点赞有多少人给我评论，有多少人转发，我都不是特别去在意的。那我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了，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。所以我希望新的博主们，如果你不是特别火，没有立刻火起来，那当然要反省的同时，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要放平。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能给你带来快乐，你怎么能让别人快乐呢？一切让你不开心的东西都不值得你去做，所以以自己开心为主。所以不要期待太多，这样的话失望也会太多。我们还不如就是快快乐乐的分享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，老规矩，写在评论区里面，并且把它翻译出来。还有你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跟我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When you give, don't expect others to return the favor. If you would then, it's not giving, it's investing. Okay? Have a nice day.